无需多说，又不得不说，魂味老歌且感受新歌。大家好，我是当年明玉的搭档小猪。2002年，叶倩文在录音棚里唱伤势时，突然喊停，哭着问制作人能不能让我先呼完再录。当时的叶倩文刚刚复出歌坛，她坚持要亲自唱和声部分。当唱到谁能避免伤势时，声音突然发抖。制作人本想重录，林子祥却说就留着一把，破碎的声音才最真实。没想到这个失误成了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哭腔。后来无数歌手模仿，却再也唱不出那种常人哽咽的颤抖。如今我们在 KTV 点这首歌时，80后唱的是初恋，90后唱的是北漂，00后唱的是考研失败。有乐皮人说伤势时光机，当前奏响起那刻，每个人都能看见自己最舍不得的那个背影。那个在宫廷演唱会带着哭腔唱完全场的女孩，那个在滴滴后座突然泪崩的中年男人，那个把歌字写在考研笔记本最后一页的大学生。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故事给这首老歌写新的注解。叶倩文去年在节目里说，现在终于敢直视歌词了。原来最痛的伤势不是失去某个人，而是弄丢了敢痛敢哭的自己。此刻让我化身叶倩文，带大家一起回味这首经典老歌。3, 2, 1。影片應於19幾，當天跟你天都不理，歡歡喜喜沒有預備別離，只想永遠好天氣。但謝現在互相都不討厭，陪情人時候甚至也會致電。無言時談論沒相干的影片，偏不要見面。誰能避免相逝，但離別是否這樣可畏？太多戀愛曾銘心刻骨，未給得到那位。誰還害怕曖昧關係？人言又是否這樣可畏？只怕再擁抱未着迷，最美好的記憶都會浪費，愛過不要浪費。不敢想起識於19幾，當天跟你怎麼一起，得到歡喜始終得不到你，只得最愛的知己。但謝現在大家不需戀愛，彷徨時為下伴侶也要致電，還承認大家樣子一早改變，因此怕